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到立法院，针对着国际航空的机组员隔离3+11天的政策提出着报告。这个报告是由国民党团真无满意，全力来杯葛着苏院长就台，阁是来破水，阁是来爆发着下杀的冲突。国民党团嘛来痛骂着民进党团行后门，占领着发言台，阁随意来变化着质询的顺序。早起国民党团是来拜会着立法院长游锡堃，要求立法院要来道歉，也若无，就无爱阁来协商。拜五要来展开着焦土战，也就是要来破坏任何可能对对方有路用的物件。身兼着民众党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看袂做哩，讲台湾的立法院就甲马戏团同款。昨立法院连伊破水，连伊搭物件，议场内发生集体冲突，因为国民党团组织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，国民艺术人员斗开后尾门，和民进党团攻占发言台。这个讲主持会议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议事不公，因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，希望讲会使讨回公道。所有的行政人员都为民进党开方便之大门，破坏游戏规则。国民党团要求立法院会室内，也若无要搁进行协商，搁放掉讲拜五会搁有行动。他明天早上会给我们一个书面报告，明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我们礼拜五当然是不会让议场安静的。当时伫议场大门采取行动的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，伊讲伊的手拢黑青。昨天早上当然是突袭成功了哈，他们都在睡觉哈，然后但是昨天下午呢，议事呢是很不中立的。民进党团话讲，协商的大门永远拢开开。第三党民众党的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天提出看法。外国媒体的传播，人家都知道我台湾的立法院他妈都是跟马戏团一样。社会在越来越成熟了，所以也不能30年前这样干，现在是这样干的，这不是好方法。立法院国党团各有坚持，拜五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时到恐惊嘛是未平静。